人稱 AI 教父嘅 NVIDIA 嘅執行長黃仁勳，最近幾個星期嘅亞洲行程，簡直掀起咗科技界嘅超級颶風。佢先喺台灣嘅 Computex 引爆全城，發佈全新晶片 NX， 並展示 RTX Spark 平台。之後又飛到南韓，同 SK 海力士、LG 集團高層敲定咗100億美元嘅 AI 工廠計劃。有趣嘅係，黃仁勳行程滿滿，去咗台灣同南韓，但偏偏就冇踏足日本。結果日本媒體集體發帖文，直言國內出現 AI 邊緣化危機感。黃仁勳嘅行程竟然令一個發達國家科技界集體焦慮，可見 NVIDIA 嘅影響力有幾恐怖。AI 浪潮鋪天蓋地嘅今日， NVIDIA 市值已經衝破 4.6 萬億美元，超越微軟，成為全球最值錢嘅公司。但你知唔知道呢間睇似不可一世嘅晶片巨獸喺30多年發展史中，曾經無數次差啲破產？歡迎各位啫喱友返嚟一葉知秋，我係你的節目主持人葉知秋。今日為大家介紹嘅係台灣暢銷書《輝達之道》，黃仁勳打造晶片帝國，引領 AI 浪潮的秘密。作者係金泰。如果各位啫喱友睇完今集嘅節目，對我哋介紹嘅書本有興趣，不妨到書店揾呢本書去細閱。一個成功企業嘅靈魂，往往來自創辦人嘅性格。黃仁勳嗰種強悍韌性，其實係從細開始培養出嚟。佢童年時曾經喺美國肯塔基州一間寄宿學校讀書，嗰度本質上係俾問題少年修讀嘅學校。年紀細嘅佢，唔單止要做清潔、洗廁所，仲經常俾同學欺負。但佢冇因此退縮，反而一邊讀書一邊跟人學舉重，令身體同內心都練得無比堅強。之後，黃仁勳喺 Denny 做餐廳服務生，由最底層嘅洗碗打掃做起。呢段經歷令佢學識咗點樣喺高壓環境下工作，點樣同人溝通。黃仁勳每樣工作都追求完美，即使係做一杯普通嘅奶昔，都保持住將每件細事做到最好嘅態度。呢個亦成為佢日後工作嘅準則。當佢同兩位天才工程師拍檔普利姆 Chris Malachowski 同馬拉科夫斯基 Curtis Priam 創立 NVIDIA 之後，黃仁勳就將呢種特質注入公司文化。佢強調全力以赴，用純粹嘅意志力達到成功，並建立咗一套極具透明度同問責制嘅管理風格，徹底消除辦公室政治。黃仁勳自己每日由朝早9點工作到深夜12點。佢曾經講過，可能有人比我聰明，但冇人會比我更努力。如果你問 NVIDIA 員工黃仁勳最常掛喺嘴邊嘅口號係咩？答案一定係嗰句非常震驚嘅說話：我哋距離破產只有30日。呢句並唔係危言聳聽，因為 NVIDIA 早期真係幾次面臨破產，差啲執笠。1995年，NVIDIA 雄心勃勃推出第一款晶片 NV1， 試圖同時挑戰圖形同音訊標準。但因為戰略過於冒險，產品無法兼容當時最紅嘅遊戲 Doom， 導致世嘉等大客戶紛紛取消合作，公司瞬間使咗1500萬美金，員工由約100人被迫裁減至40人。當時嘅競爭對手 3DFX 甚至計劃等 NVIDIA 破產，打算用低價收購。嗰時 NVIDIA 只剩低300萬美金，亦即係最多只能夠支撐9個月。黃仁勳壓咗瘋狂嘅賭注，決定孤注一擲，用咗1/3資金，亦即係100萬美金，買咗一部晶片模擬器翻嚟。原本需要2年嘅開發時間，硬生生壓縮到幾個月，並且唔容許有任何犯錯，最終成功開發出 Riva 128晶片。1997年 Riva 128一炮而紅，不單拯救咗 NVIDIA 嘅性命，仲奠定咗技術威信。之後，黃仁勳重組公司架構，研發出一套秘密武器，將設計團隊分成3組，實行3個團隊2個賽季策略。呢種方式令 NVIDIA 可以每6個月就推出新晶片。呢個作戰計劃擊敗咗追求完美卻進度緩慢嘅 3DFX。最終喺2000年 ，NVIDIA 反過來收購咗破產嘅 3DFX。黃仁勳同時實施恐懼與焦慮激勵嘅方法，帶領團隊，目的係令所有人永遠保持警覺，唔會自滿。因為喺科技界，成功嘅企業太容易因為傲慢而陷入創新者嘅困境。除咗技術犀利，黃仁勳喺商業策略同人際交往上，仲有一套獨特嘅哲學。
佢提出過一個被稱為食晒整頭牛嘅策略。面對低端市場嘅競爭對手，黃仁勳發現高端晶片生產時成日會製造出次貨，本來應該要放棄，直接掉入垃圾桶。但佢卻提議用極低成本重新組裝成低階產品再賣出去。結果 NVIDIA 一舉攻佔咗高、中、低端市場，冇留任何生存空間俾對手。佢亦大膽重新定義咗整個產業，發明咗 GPU 圖形處理器，策略性咁將顯示卡提升到同 CPU 中央處理器睇齊嘅地位。呢個舉動令整個行業重新定位。NVIDIA 嘅產品因此能夠賣出更高價值。為咗拉攏蘋果公司 ，NVIDIA 團隊更喺喬布斯面前展示晶片嘅即時渲染嘅能力，直接播放 Pixar 嘅小台燈經典動畫。以前超級電腦要運算幾個星期嘅畫面，NVIDIA 晶片竟然能夠即時做到，令喬布斯當場震驚，並決定喺 Mac 電腦全面採用 NVIDIA 晶片。同時，黃仁勳同台積電等供應商合作時，崇尚一種粗糙嘅公平 （rough justice）。佢認為長期合作唔可能永遠順風順水，有時可能會利害關係，導致不和。但只要長遠嚟睇，彼此大致平衡，互利共贏就好。呢種唔斤斤計較眼前小利嘅大局觀，令 NVIDIA 喺供應鏈中建立咗極高信譽。不過，黃仁勳嘅商業路途並非一帆風順。NV30 晶片就係佢交過最貴嘅一筆學費。當時 NVIDIA 因為同微軟傾唔掂合約，導致必須喺完全冇技術資料嘅情況下，硬住頭皮設計晶片。呢項極高難度嘅挑戰，直接引爆咗公司內部嘅管理危機。各個研發團隊之間開始出現嚴重溝通斷層，大家各做各嘅，資訊完全唔流通。結果硬推出市場嘅 NV30 晶片成為咗一個大災難。運作時又嘈，散熱性能又差，效能更係慘輸俾當時嘅死對頭 ATI。市場反應毫不留情 ，NVIDIA 股價瞬間暴跌80%，差啲將整間公司都輸晒。呢場慘敗令黃仁勳痛定思痛，佢深刻體會到，如果內部團隊失去合作同透明嘅溝通，公司會由內部直接瓦解。正因如此，後來 NVIDIA 更加強調消滅辦公室政治同極致坦率。將呢種文化深深植入公司管理入面。由一個喺學校捱苦俾人欺負嘅學生，到喺餐廳洗過碗嘅餐廳服務生，到掌管全球頂尖晶片巨獸，黃仁勳同 NVIDIA 嘅故事其實就係一部活生生嘅教科書。每一次嘅慘敗，例如 NV1 嘅挫折，或者後來 NV30 因為內部溝通不良導致股價暴跌80%，黃仁勳都能夠帶領團隊從中吸取教訓。佢深信外部威脅並唔可怕，真正致命嘅係失去警覺心，因而自滿自大，成為一隻井底之蛙。隨住科技不斷進步， NVIDIA 預見到 AI 時代嘅來臨，慢慢由一所遊戲顯示卡公司演變成供貨俾全世界科技巨頭嘅供應商。2006年，黃仁勳同團隊正式推出 CUDA 平台，將 GPU 從單純嘅遊戲顯示卡變成可以進行通用運算嘅平衡計算引擎。CUDA 令科學家、工程師可以用 GPU 來處理龐大數據，從基因研究到天氣模擬，全部都能夠加速。就係呢個策略，將 NVIDIA 嘅產品推向遊戲以外嘅世界。隨住深度學習嘅興起 ，NVIDIA 更加敏銳咁捕捉到 AI 嘅浪潮。2012年 ImageNet 比賽中，研究團隊用 NVIDIA GPU 訓練神經網絡，結果準確率大幅超越傳統方法，震驚全球。由嗰一刻開始 ，AI 同 GPU 幾乎畫上等號。之後 ，NVIDIA 開始大規模投資 AI 生態系統，佢哋唔單止提供硬件，仲建立咗完整軟件平台，例如 TensorRT、CUDNN， 令開發者可以更容易喺 GPU 上部署 AI 模型。再加上 DGX 超級電腦、H100 等專為 AI 訓練設計嘅晶片 ，NVIDIA 成為全球科技巨頭必須依賴嘅供應商。黃仁勳嘅豪賭精神再次展現，佢敢於投入100億美元去建造 AI 工廠，同時同台積電、三星、SK 海力士等供應鏈夥伴建立緊密合作。結果 NVIDIA 搖身一變成為 AI 霸主。今時今日，無論係 OpenAI、Google、Meta， 甚至各國政府嘅 AI 計劃，都必須依靠 NVIDIA 嘅晶片。
由此可見，NVIDIA 嘅成功唔單止係技術，而係一種前瞻性嘅戰略。佢哋能夠喺遊戲市場站穩陣腳之後，果斷轉型，提前壓住 AI， 最終成為全球科技版圖上不可撼動嘅巨人。多謝大家收聽今集一葉知秋。如果中意今集節目，不妨俾個 like， 分享出去，訂閱埋啫喱百科，撳埋個鐘仔，一有最新嘅節目就可以立即通知你。我哋下集再一齊睇書，一葉知秋，拜拜。